由7月2號至10月31號期間，九巴來往坑口站同百勝角嘅298號線會喺星期一至五加開由坑口站開出嘅下晝5點鐘班次，而星期六就會開下晝5點鐘同埋5點半嘅班次，車費就維持不變。以試辦形式服務，來往香園圍口岸同元朗西嘅九巴 B9A 跨境服務線會喺7月1號至12月31號期間繼續維持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服務，車費同埋班次就維持不變。來往西灣河碼頭同鯉魚門三家村碼頭嘅街渡會以試辦形式投入服務，為期6個月，會喺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提供服務。由西灣河開出嘅時間係上晝嘅11點15分至到晚上嘅10點15分，隔1個鐘開出一班；而係三家村碼頭開出嘅時間係朝早嘅11點24分至到晚上嘅10點24分，同樣隔1個鐘開出一班。小巴方面，來往香港仔石排灣同黃竹坑站嘅凌晨路線 N4M 正式投入服務，服務時間係每日嘅凌晨12點至到1點10分，全程車費係6個9。6月30號起，來往彩興路簡約公屋同坪石邨嘅小巴 83B 會投入服務，會途經彩德邨同埋新清水灣道，服務時間係每日早上6點半鐘至夜晚9點鐘，每7至10分鐘開出一班，全程車費係4個半。負責選出每年最佳航空公司嘅評級機構 Skytrax 公佈今年最佳航空公司排名，第一位係卡塔爾航空，第二位係上年冠軍新加坡航空，第三仍然係香港嘅國泰航空，反而2024年係第一名嘅全日本航空就跌落第5名。相信係同年初全日空曾經發生2單航機同客橋發生嘅碰撞，以及航機與航機之間嘅碰撞事件有關。希望全日空可以全面改善安全措施，再喺出年爭取更高嘅排名。葡萄牙火車正式啟動電氣化系統。6月24號係葡萄牙火車史上一個重要日子，連接葡萄牙城鎮費羅同維拉尼亞聖安東尼站，全長共56公里嘅電氣化軌道正式完成，連接入葡萄牙嘅國家鐵路網。根據當地鐵路機構報導，電氣化將會提升營運表現，加強當地人口嘅流動性，並且會同主要城市例如里斯本同葡萄牙北部加強連接，促進到旅遊業嘅發展。更重要係電氣化之後，服務可以縮短兩地之間嘅行車時間約25分鐘，加強咗方便嘅程度。多謝你收睇今集，鍾意嘅朋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，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